有一个还袂嫁人的老古婆，20几岁的时阵哦，互伊爱人发杀了哦，就自杀了。啊伊哦，半暝时阵会行转去人家的古厝哦。我要找廖阿水先生。哦，恁就是要来租厝迄个少年。你就是廖先生我啊？歹话讲伫咧进前啊，我真经厝口，毋是啥物人介绍我厝就租去咧。这内面足通风的呢，甲我细汉住的迄六管仔旧厝足像的。你是大酒店的人？是啊，阮爸母吼少年的时阵直接做生意啦。少年，我出租你，准备签约。好。我最近吼有接到一张足奇怪的批呢。伊讲我伫大场店有一间古厝会当介绍，应该是阮姑婆过身啊，要来互我的。你是林天爱，我是你的姑婆呢，啊那要叫我？啊你是足无礼貌的呢。就是因为去互放杀，姑婆无法度面对，才会无爱甲亲情来往。啉咖啡就是啉咖啡，来啉家的古厝啉咖啡。啊，恁敢有互人试啉嘛？无呢，无我哪知影好啉还是歹啉嘛？我要爱可以发动，可以发动，可以发动。阿姨这束衫哦，穿了真有气质，搁实行，sense数搁赞。有敢讲？少年，我希望厝租你哦，都会好好甲保护。好，无问题。是啥物人允准你伫遮开店的？当然是我的厝头家啊。厝头家？我应该无当会这个代志哦。啊？我就是这间厝的厝头家。我等着你倒转来。恁姑婆若决定讲要将这栋旧厝来留互你，我毋则足希望你赶紧倒转来继承。安尼真好啊！这机会毋是常常有咧，你着爱好好把握，知无？你是咧创啥？我要搬礼拜多啊，你有见晓？像，他懂了啦，刚刚在做工。你当较细声咧无啊？这是我的厝，我欢喜安怎就安怎。你即摆无记着无？你着来替我拼扫，拼10摆，咱就无欠吗？我教你 morning call，你给我上扎针，吐司夹蛋，蛋5分熟，热拿铁不加糖。婉婉，你照顾无快，你知我是啥无？我是张琼慧啦，你高中时的初恋呐。我人特别啊。要叫医生来给你看一下无？你挑工的哦，找到机会就要甲人牵手。你有想过无？伫这块阿萨布鲁的所在开店，应该搁较水，嘛无人会甲你买。什么态度啊？伊聊做是像啊。迄个王武安真正唔使好办，若是伊搁甲我呛声，我就直接丢。恶人无胆，赤白白鬼才会惊你。恁两个做啥？这间房间恁无用入去。他拄啊拜托人是一款面，今嘛后生换做别款样。甲你讲无鬼，佮叫我来讲。你卖吵啦，我要困。对啊，毋是讲你死亡冤客，有当时会走倒转来。今日拜拜啦！进来进来。遮我实在带袂惯势。掠水这个人哦，拜托伊赶紧互我甲厝卖。这恐惊我无法度通答应你唔答应，我就找律师。你。有啥任务你爱去完成？我限你3天以内找到吴金通。谁甲办的啦？高先生，你莫再拍马阮！你真是无听到晓啦？若毋是遮附近无饭店会当住，我才无爱困伫帐篷内底。讲是个无，佮对来啊咯。你真衰啦！哎
淑美啊，你赶紧放下离开吧。这是被李管的考验，可是你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知道。我找无一百度啦，有一百有桥的图啊，我的图胖去啊啦。找到100度，我就使有一条创业基金啊。警察来，给你算啦，进来啦。我无爱食路边摊。这是林经理啦。恁姑婆吼有一个大丢埕的菜单，什么菜拢有啦。我心内思无的人，为怎样离开？阿姐啊，你讲一个爱情的故事给我听好无？真久以前哦，婚林馆展开一个少年啊，伊走回放假，做唔正经啊，甲人佚佗，我常常冤家相骂。有一天，伊甲人拍，伊就来钓上，见到了一个真水的小姐林小美。即马就是男主角去撞到女主角对哦。小美，甲我放袂记啦。小姐外表看起来真温柔，啊，不过伊个性真强，嘛真有能力。一个人要换家吼，啊伊安尼甲工人做伙开讲食饭，拢无迄个头家架势。当年我一个人来台北打拼，无依无我，就是伫咧林家食桌顶啊，感觉足侪温暖的。迄是我头一届对大条埕有厝的感觉。原来样样变这老。